有一日 ，Percy 去到礦場收集一啲石頭放喺貨卡上面。漫山遍野都係雪同霜，到處都冇聽到任何聲音。Percy 繼續向前行，佢見到新嘅柴油火車 Mavis 喺石頭旁邊休息。振作啲啊 ，Mavis！ 佢響住汽笛。Mavis 仍然諗住佢同啲貨卡搞出嚟嘅麻煩事。管理員話我冇聽佢哋嘅勸告，佢仲話我冇權行走 Toby 嘅支線。Toby 真係個老二筆啊！有啲嘢你唔知咋 ，Toby 經常唔記得攜帶嗰啲貨卡噶。Percy 咁講，你一定要將啲貨卡放喺佢揾到嘅地方，咁樣你只係一台真正有用嘅火車頭。唔好意思啊，我而家要運送呢啲石頭去港口啊。Mavis 雖然中意 Percy， 但係就唔中意聽佢嘅忠告。為乜嘢唔准我行走 Toby 嘅支線？側線嘅路線安排混亂 ，Mavis 要來回幾次至可以將貨卡放喺 Toby 一揾就揾到嘅地方。Mavis 心生一計，只要我哋使用 Toby 少少嘅鐵路，我哋就可以少好多麻煩。Mavis 嘅駕駛員都被蒙在鼓裏，佢准許 Mavis 去第一個平面交匯處。幾日之後，天氣有好大嘅轉變，啲雪融化啦，礦場又再繁忙起嚟。一啲列車太長啦 ，Mavis 要走到去平面交匯處嗰度靠佢哋幫手。Mavis 開展佢嘅計劃，只要佢再駛過一啲，就睇唔出係佢嘅錯。可唔可以保守秘密啊 ？Mavis 問啲貨卡。可以。啲車卡好嘈咁講。你哋可唔可以喺平面交匯處推撞我？不過唔好話俾人知係我叫噶。啲貨卡答應咗，但係 Mavis 啱離開 ，Toby 就嚟到啦。Toby 打算由自己接啲貨卡，但係啲貨卡仍然打算推撞佢。佢哋去到平面交匯處嗰陣 ，Toby 開始剎車啦。呢個係貨卡嘅信號。上！啲貨卡好嘈咁講。Toby 離開之後，啲貨卡喺佢後面大叫大嗌。冇人發覺到喺前面嘅小溪因為融雪變咗激流，上面嘅橋樑就快要冧落嚟啦。呢條鐵路就好似洶湧嘅水流上嘅一條鋼線。停！Toby 大嗌，駕駛員搏命咁控制住架火車，佢哋越嚟越接近嗰條就冧嘅橋啦。駕駛員用力咁剎掣 ，Toby 停咗落嚟，佢仲喺路軌上面，啲車轆就掛咗喺好似深淵上面嘅鋼線。Mavis 見到嚇咗一驚，仲趕快去營救佢。工人用鐵鏈固定 Toby， 而 Mavis 就幫手拉走啲貨卡，然後 Mavis 協助 Toby 駛到去安全嘅地方。我對貨卡嘅事非常抱歉啊 ，Mavis 話，真係諗唔到你可以及時制止到佢哋。哦，好啦 ，Toby 話，我嘅駕駛員同我提過馬戲團入面嘅走鋼線表演，但係我難以相信啊，自己都會咁樣。過咗一陣，肥控制員嚟到啦。真係一個好精彩嘅表演啊！佢講 ，Mavis， 聽講你都做得好好啊！我將啲貨卡搞成咁嘅，先生。Mavis 口窒窒咁講，但係我可唔可以？可以乜嘢啊？多啲嚟你哋嘅鐵路咯。Toby 先生話會教我點樣做得更好喎。當然啦，肥控制員回答話，你嘅管理員應承就冇問題。件事就係咁樣安排妥當。呢個時候 ，Mavis 非常開心，因為肥控制員認為佢真係好有用。